台湾话艺术水阁好，搁将解说两句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理。好朋友来，咱今日搁来研究，咱大家拢会晓唱的台湾歌。讲人生可比是海上的波浪，有时起，有时落。哦，啊那安尼国情啊，唔好歹离韵的咯。对，这句好歹离韵。台湾人咧写的四字的成语，这句的意思解说。就是有当着啊好运，有当着啊歹运。离运就是运道嘛，啊好甲歹两字相对比。台语的成语内底，其中有一两字啊相对比，即个理解者。人好歹离运，若真正互你搭到机会，抢事到，趁到钱的，原来社会上满是。毋过吼，你若真正好过，无像较早的艰难。人讲乞食分有的人乖啊花，旁边的人。有当着啊，就会暗中甲你纠缠，纠缠安那呢？纠缠讲迄款人金万岁王，啥做金万岁王？意思就是下摆无落魄的旧人，金甲万相对比。有影的国情啊，你咧讲成语内底四字吼，有当着啊两字相对比，对，金甲万相对比，水甲王嘛相对比。意思讲，你人若袂晓保守家己，敢若小看呢一个发展就下摆。人后壁面讲尻川啊话，就甲你笑啊，金万岁王啦！啊，毋然安尼呢，甲你笑甲外游，你敢知？讲迄个人自从好过，电视有咧甲采访，讲话红声了后，对社会各种的作风拢是明瞒暗骗。哦，国情啊，这我常常听到，台语四字的成语无毋对，明甲暗嘛是相对比啊。啊，瞒甲骗虽然意思了啊有争差，咱知影。瞒是隐瞒，骗是欺骗。毋过总讲一句，就是这个人无坦白，咱的成语才会讲伊叫做明瞒暗骗。对，高像头拄仔讲人暗中咧笑，笑讲伊若个明瞒暗骗，这个代志继续做，早晚会跋到大康势力。吼，咱知影，这句大康势力上界世上听到，就是老母咧骗囝，讲铁马毋通徛遐凶啦，规定囡仔咧伊咧耍吼，毋通安尼废话甲大细声走甲遐紧。拍裤恁到尾啊，跋倒，摔一个大空势力就会哦。对啦，大甲细嘛是相对比呢。空甲利拢是空喙的意思，所以台湾人咧设这个四字的成语，确实有智慧，会晓用相对比的意思，简单就讲出深入的内涵。